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次想介紹嘅係一個市中心1小時嘅行山路段，由山頂嘅盧吉道行到香港大學，幾乎係香港最標誌性嘅行山路段之一。由中環嘅交易廣場或者金鐘地鐵站可以搭15號去到山頂落車，之後去到凌霄閣正門嘅左手邊就會見到一條大路，呢條就係山頂著名嘅盧吉道，一路直行就可以欣賞維港景色。我介紹嘅行山路線大部分比較短途，1小時左右，而且就近市中心，交通比較方便，適合週末嘅下午，甚至平日抽1-2個鐘頭去放鬆一下。無論係遠眺維港，或者係林蔭之中，都能夠令心情立即放鬆。輕輕鬆鬆就走到呢個有100年歷史嘅樹根拱門。之前嗰段路遊客比較多，尤其係黃昏時分，去到呢度就會比較寧靜，同大自然就更加融和。見到呢個公園，你可以一直走，去返山頂纜車站，再搭車落山。呢度仲有分叉路可以上西高山，或者落薄扶林水塘，各適其適。我自己就習慣喺呢度飲啖水，稍作休息，然後沿住右邊嘅山路落山。介紹呢條山路嘅原因，除咗佢路程比較短，同埋風景十分之優美之外，無論任何時間都會有遊客、行山客上山落山鍛鍊，安全感十足。我行咗45分鐘，大概已經落到半山腰。呢條路有少量嘅分叉路，但係只要記住一直向下就會正確。見到呢個位，再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香港大學。不過呢條片嘅片尾，我都會介紹埋你想向薄扶林水塘方向走嘅方法。因為我自己行山都比較自由嘅，有時見到天色尚早，又未行夠頭，就想行多啲。但係有時見到天已經開始暗啦，咁就會揀一條最快嘅落山路。見到呢個公廁就已經接近終點。沿住呢條樓梯落咗去，再過馬路就係香港大學嘅後面。再沿住斜路一路去到大學本部，就可以揾到香港大學嘅地鐵站。山頂盧吉道呢段我自己已經行到好熟啦，有時都想挑戰一啲未行過嘅分叉路。由呢度去返薄扶林水塘，就係我今次第一次行嘅路。一開始都係平坦嘅石屎路，去到呢度就開始變成山路。
就差唔多去到薄扶林水塘啦。最後就係一堆階梯路。呢個就係薄扶林水塘嘅入口閘。你可以喺薄扶林水塘行一轉，或者直接離開，沿住馬路一路直去，再過對面就會見到巴士站，可以搭返巴士落返中環或者其他港鐵站。